我哋今次睇下處女座咧，satiety 飽果腹。睇下張牌面，處女座未來2個月，好似有霧咁，好似俾人有霧咁嘅感覺。粉色同紅色嘅交匯嘅色彩，佢代表第三性，代表第三性，無分男與女，有第三情嘅一個色彩。所有嘅嘢匯集到佢嘅目標，所有嘅嘢匯集到佢嘅目標。聖杯嘅一個數量，佢唔代表到乜嘢，但係呢個畫面太多啦，多到好似有啲凌亂，多到好似有啲多餘，或者你可以理解為多此一舉。本嚟已經達到咁嘅目標啦，但係你仲多此一舉。有時色彩嘅第三性，呢點對於你同你嘅伴侶，其實你哋都係好簡單嘅一個第一性，因為我之前測處女座都好簡單第一性。如果係第三性突然間出咗嚟，第三性突然間出咗嚟嘅話，咁你喺對方眼入邊，其實缺少啲女人嘅魅力嘅，要翻返嚟一個反轉嚟咁一個假設編故事。咁樣理順就比較清晰啦。喺未來嘅2個月，處女座嘅你唔知因為發生咗咩事。如果之前你好溫柔嘅，你又缺少一啲溫柔，你講嘢可能有啲惡聲惡氣啦，有啲唔顧及對方嘅一個尊嚴。仲有一個你嘅言行舉止係缺少啲女人嘅溫柔。以前你唔係咁嘅，喺未來2個月，有啲時候你會咁。發生咗咩事令到你喺展現自己嘅性魅力方面有所改變呢？整個畫面係向住，佢冇話向住唔好，但係向住比較混亂嘅，有啲霧嘅一個方向發展。有啲做多咗啲嘢，做到啲其實冇目標嘅，同埋一個做一啲嘢其實係冇用嘅，做位冇用功，但係你偏偏又要做，點解咁呢？好似好亂，好似有迷霧。再睇翻下某啲細節，有啲暗枝喺度慢慢咁不動聲色咁樣生長。如果咁就解釋得到，因為我今日睇張牌係以處女座嘅你為個主角咁嚟測嘅。
綜上所述咁多個理由原因，就係你嘅心分咗一啲俾另外嘅人，你嘅心分咗一啲俾另外嘅人。喺未來2個月處女座嘅朋友，你嘅心係分咗啲俾另外嘅人。你冇辦法全心全意咁將你所有嘢俾晒你嘅伴侶。思想出軌，佢唔係好明顯，唔係話好表面化，但係喺你嘅心入邊，喺你嘅思維入邊，係已經慢慢咁有咗個苗頭。注意下啦，有咩人會比你嘅伴侶更加對你誘惑呢？喺未來2個月，你嘅思想或者講你嘅溫柔，你嘅女人味，你會分俾啲唔係你伴侶嘅另外嘅人。呢個苗頭有啲危險，注意下咧。睇返處女座，你同你嘅伴侶之間，你講嘢其實好小心嘅，係咪咁？平時講嘢好小心。每一句説話都好似俾你攞工具啊，修剪過，咁先放出去，咁先講出去。有時候你以為呢個係你嘅溫柔嘅一面，但其實係處女座嘅一種潔癖。你唔允許自己喺對方嘅形象中有啲混亂。你對自己要求高，對對方要求亦高。對方嘅遲疑啊、軟弱啊、反覆啊，你都睇唔過眼，但你又忍得住，冇發作出嚟。對方是唔知，你只係用沉默作為你嘅一個武器。或者喺某啲夜晚，你發夢，夢見好荒涼嘅一個走廊，你聽到走廊嘅遠啲有啲妓女嘅笑聲，都睇唔起佢，但係睇唔起嘅同時呢，你對自己有啲擔心，有啲恐懼。呢種恐懼係自己原來都有啲妓女咁嘅慾望，咁自己同佢哋有乜區別呢？